咱国内的经济稳定的成长，主计总处进前嘛有调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，甲预测达市提悬到3.94%。所以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昏伫行政院会顶关注蔡市讲，每年军公告要调悬薪水，也毋过要调悬几趴，要7月底才定案。国内经济稳定成长，主计总处进前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3.94%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就伫财市宴会当中指示，明年会调悬军公告薪水，幅度这细节会伫7月底进行定案。这些正向指标背后，都代表着全体国人共同辛勤努力的成果。因此，我们政府要起带头的作用。明年度全国军公教的薪资将会往合理的方向调升，希望民间企业可以同样将经济成果分给每一位员工。军公告伫2000年了后，总共调薪6摆，其中2002、2005、2011、2018年拢调整3%，2012年调整4%，加做25年来相关调薪幅度，2024年比较办理，调整4%。杜英台也画下民间企业对你加薪，按过资方代表、工总常务理事何基认为，应该由各公司家己决定。你不必去管人家民间企业要不要加薪啦，有钱的企业就调薪啦，没钱的企业都要倒闭了还要调薪。如果照那个股票上市公司有赚钱的多少那种比例，在中小企业是会颠倒过来的。包括军公教的调薪，包括基本工资的调涨，那包括中小企业发展条例，可以带动台湾整体的一个劳动环境的薪资提升，来改善国内低薪的劳动环境。全省总是表达支持调薪，各会有利益应该赶紧通过。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法，透过租税优惠，鼓励企业为员工加薪。另外，总统大清朝就任了第一摆，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会伫第3季召开，因为基本工资已经连续8年调起，况且明年有希望为目前的27470块继续调悬，有可能会超过28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